中国继续搅扰咱台湾，咱国防部掌控着因出动13座军机，7只军舰伫咧台海附近活动，甚至是发射火箭飞过咱的防空识别区。好，专家就分析讲，中国是当咧加强因战时打击的精准度，建议咱的国军要加强卫星的监测甲反干扰系统。 火箭马六喷射火焰，并且升空。咱国防部掌握中方第27分点12:7发射运载火箭，飞行路径经咱防空识别区，关岛伫大气层外，对台湾地区无危害。同一天，咱国防部一天也查到13架次强机，7只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。另外，25暗时有2粒中国空飘的机轨啊，由西向东经过台湾中部东部。气象数据能够使我们的射击精度达到更好。 不同天候都会影响到弹道的精密度。就评分析，强军伫无同气候、放置的空飘机轨啊，收集各种气象数据，对着强化战时射击的精度有帮助。加上中方计划性部署卫星，建议国军强化建立卫星监测甲反干扰相关系统反射。中国对台毋军事施压，学者分析，第5枪对台冲击也袂使忽视，而且已经对物理的破坏转变成这混合模式，对人地作战到制度的侵害。利用这个在地的协力者啊，然后来配合有这个有效的这个入侵行动，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特征。西新大学团管系副教授刘玉石推测，无人机也是第5枪队战时配合强军攻击台湾内部的手段之一，尤其是重要基础设施一定要小心防范，嘛要强化反制第5枪队想要扰乱台湾内部特殊稳定民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